行過街市或者屋邨商場，唔知你哋有冇留意到一個好奇怪嘅現象？而家出面求其擺杯連鎖店嘅咖啡都要30-40蚊，去茶村窗食個常餐都要50幾蚊，但係偏偏係街市啲燒臘檔，一大隻熱辣辣香噴噴嘅烤雞，竟然只係賣20零蚊，甚至有啲激進啲嘅23-24蚊就有交易。你話奇唔奇怪？一隻雞由出世，餵大鬆好運到香港，再經過寸製燒烤，最好仲要包裝埋賣俾你。呢一連串嘅工時成本點計都好似唔止呢個數。好多精明嘅街坊心入面一定有個問號，到底呢啲咁平嘅雞係點嚟嘅呢？係咪啲乜嘢化學雞，定係鍋仔肉？今日我就同大家拆解呢個平價烤雞背後嘅騷擾秘密。聽完之後，保定你下次去街市擺嘢會精明好多。我哋首先要明白一個先例，香港街市賣緊嗰啲廿幾蚊一隻嘅烤雞，絕對唔會係你喺新界農場見到嗰啲行嚟行去食曲種大嘅本地走地雞。如果你去擺隻新鮮嘅本地雞，情義要100幾200蚊一隻，咁呢啲平價雞到底係乜嘢品種？其實佢哋絕大多數都係俗稱白回肉雞嘅工業化品種。呢種雞係人類生物工程嘅結晶，生長速度快到你唔信，由孵化出嚟到可以出廠宰殺，通常只需要40-0日，長啲嘅都唔會超過50日。你冇聽錯，係唔使攞個月就已經大到可以食得。呢啲雞唔係因為打咗咩生長激素或者避孕藥，而係因為品種優化同埋精準嘅飼料配比。所以當你見到隻雞賣得咁平，第一點你要知嘅係佢哋嘅生長週期極短，飼養成本低到你想象唔到。講到呢度，大家可能會問，就算生長得快，運嚟香港都要錢㗎？呢度就涉及第二個秘密，冷鏈物流同埋產地。呢啲平價烤雞通常唔係即日爐嘅新鮮雞，而喺爐之內地大型屠宰場嘅冰鮮雞，甚至係由內國例如巴西或者美國遠渡重洋過嚟嘅急凍雞。呢啲大型工廠每日處理幾十萬隻雞，佢哋會將雞分部位賣，雞翼雞髀賣去串獻雞胸賣俾減肥人士，而剩低落嚟呢啲體型比較細或者重量唔達標嘅全雞，就會以極低嘅批發價出清。對於大批發商嚟講，呢啲細雞嘅成本可能只係幾蚊港幣一隻。咁點解街市檔口要賣得咁平呢？呢度就係一個好精明嘅商業策略。大家位下，你平時去街市燒臘檔係咪淨係會擺一隻雞？好多時你會順便斬多10零蚊叉燒，或者擺2嚿燒肉。對於檔口嚟講，呢啲廿幾蚊嘅烤雞其實係引流甚緊。佢哋甚至唔係靠呢隻雞賺錢，只要隻雞夠香夠吸引，可以令你停低腳步，入到嚟擺其他利潤更高嘅銷量，佢就已經贏咗。呢種做法喺商界好常見，就係用一個極低價，甚至係上單價嘅明星神品嚟帶動整體營業額。對街坊嚟講，見到廿幾蚊有一隻雞，真係覺得唔擺就對唔住自己。不過好多人會擔心，咁平嘅雞陣味會唔會好怪？會唔會好重雪味？呢度就體現咗師傅嘅功力啦。你要知道，呢啲平價雞本身肉質比較鬆散、微淡，甚至會有陣冰鮮味。但係燒臘檔有一套神乎其技嘅處理方法。尤其首先係從口尾串製，用大量嘅五香粉、兩糖、生抽，仲有啲秘製嘅香料裝蒸，斟佢幾個鐘，甚至1晚。呢啲濃郁嘅調味可以完全蓋過冰鮮雞嘅缺點。之後再幾句高溫燒烤，皮下脂肪融化，皮變得香脆，加上嗰陣陣嘅炭燒味或者唔香氣味，視覺同味覺上完全掩蓋咗食材本身嘅廉價感。你食落去覺得好惹味，其實係調味料同火候嘅功勞。仲有一點，大家有冇留意到呢啲烤雞嘅大細？通常佢哋都係偏細隻，大約係1斤幾左右。據呢種大細嘅雞喺批發市場叫童子雞或者村雞。細隻嘅雞其實更好處理，燒嘅時間短，受煤氣，而且熟得勻循，肉質反而冇咁容易變韌。對於一個專業嘅燒臘師傅嚟講，燒一隻大嘅新鮮雞可能要花好多心機去控制火候，但燒呢啲細隻嘅平價雞簡直係易如反掌，可以批量化生產，效益自然高。講到呢度，我哋要探討一下大家最關心嘅衛生同營養問題。好多老人家會話，咁平嘅雞一定係死雞啦。其實呢個違法喺現代香港街市係好難成立嘅，因為而家嘅食物衛生監管非常嚴格。如果一間檔口買壞咗嘅肉或者死雞，一旦被人投訴，食環署查落嚟，間鋪情義要關門大吉。對於檔主嚟講，為咗賺嗰幾蚊利潤去冇呢個繁盛，根本唔划算。所以呢啲雞基本上係安全嘅，只係等級比較低，口感冇新鮮雞咁好隻。至於營養價值，其實肉雞同走地雞嘅蛋白質含量係差唔多嘅。
分別主要喺脂肪比例同埋風味物質。走地雞因為活動量大，生長企長，可能要100日甚至更耐，所以肌肉氛圍結實，雞味濃。而呢啲40幾日就出廠嘅肉雞，脂肪含量會高啲，肉質比較滾，雖然少咗份雞味，但對於牙力唔好嘅老人家或者中意食軟滑肉質嘅人嚟講，反而仲容易入口。不過錯為精明嘅街坊擺呢啲平價雞都有嘢要留意。簡單如第一係營分問題，正如頭先所講，為咗遮掩雪味，呢啲雞通常穿得好鹹。如果你有高血壓或者需要清淡飲食，就唔建議成日食，或者食嘅時候去皮。第二係新鮮度，雖然雞係安全嘅，但有啲檔口會將賣唔晒嘅烤雞，第二日再翻燒或者切件散賣。你要觀察下隻雞嘅皮係咪仲喺爆紋，有冇摻出奇怪嘅油漬。最理想係見到師傅啱啱由卵入面攞出嚟嗰啲，熱辣辣，口感先係最好。其實呢種20幾蚊一隻嘅烤雞，可以話係香港基層飲食文化嘅一種縮影。喺呢個物價飛漲嘅年代，竟然仲可以用咁平嘅價錢解到一份體面嘅肉食，返到屋企斬件上碟，就已經係一餐好豐富嘅晚飯。呢種平價雞嘅存在，其實係現代農肉空肉化同埋物流效率提升嘅成果，令到本嚟可能係失出添嘅肉類，變成咗人人買得起嘅日常食品。我哋再深入啲睇下呢個行業嘅利潤。如果一隻雞批發價係12、13蚊，加上人工、鋪租、水電同香料成本，每一隻雞嘅利潤可能真係得嗰3、5蚊。如果每日賣出100隻，利潤都係得幾百蚊。但點解仲咁多檔口爭住做？因為呢啲係流量拍馬道，街市檔口最怕無人行、無人睇，一陣陣烤雞嘅香味噴出嚟，加上個大招牌寫住特價25蚊，自然就會聚到人氣。只要有人氣，生意就易做。呢個就係香港街市生存嘅智慧，所以話大家以後見到呢啲平價烤雞，唔使驚到以為係乜嘢毒物，亦都唔好期望佢有幾百蚊一隻龍降雞嘅質素，佢係一種性價比極高嘅快餐式選擇。對好多打工仔或者家庭主婦嚟講，收工機高斬隻雞，手飯煮飯時間又平又飽肚，真係一種好大嘅便利。總結一下，點解街市烤雞可以賣咁平勁？原因有4個。第一係採用咗生長週期短、成本低嘅空乳化肉雞品種；第二係利用大氣煲冷鏈進口降低食材成本；第三係燒臘檔將其作為人流甚緊、薄利多銷；第四係透過標準化嘅串製同燒烤技術，提升廉價食材嘅口感。做一個精明嘅香港人，最重要係識得選擇。如果你追求嘅係極致嘅味道同健康，或者係過時過節要酬神，咁你當然要去揀嗰啲新鮮有雞味嘅混雞。但如果你只係想簡簡單單食餐飯，又或者想喺有限預算內加晒呢啲20幾蚊嘅烤雞，主動係一個唔錯嘅選擇。最緊要係擺得安心，食得開心。希望今日呢番話可以幫到大家揭開呢個街市之謎。下次行街市見到嗰啲熱騰騰嘅烤雞，你可以同格蘭維阿媽或者師奶分享下呢啲知識，等大家都可以做個識食又識味嘅精明街坊。